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以赛亚书第41章第14到20节，罗马书第15章14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保罗的使命。先知们的使命是要让离开正道的以色列人能够归回，特别是在对于被掳归回或是家园重整、圣殿重建这样的事情，对于以色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先知们的使命是这么的困难，因为他们一个接一个呼唤、提醒、带领以色列人要悔改向上帝，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心理刚硬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使命与工作。先知以赛亚也这样的提到以色列人的使命，说：上主说，以色列，我的子民啊，你虽弱小，也不用害怕。我是救赎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把你当打谷机，装上又新又利的尺，你要打碎山岭，毁灭他们。你要打碎小山，使他们成为灰烬。你要使他们播扬起来，让风吹散，让飓风把他们刮走。但是你要欢喜，因为我是你的上主。你要赞美我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当我穷困的子民寻求水喝，当他们喉咙干渴，我上主要垂听他们的祷告。我以色列的上帝不遗弃他们。我要在荒山中使江河出现，在山谷中使泉水涌流。我要使沙漠有湖泊，使干地有水源。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柏树和金合欢树，也种番石榴树和橄榄树。旷野中将有松树、杉树和黄杨树。大家一看见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我成就的这一切。他们会明白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使这事实现了。相同的，基督徒也都应当去思想明白自己的呼召以及使命，如同先知的使命一样。保罗的使命也是提醒基督徒的生活，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。保罗的使命大多数聚焦在教导教会、基督徒的生活以及见证。他劝告罗马教会基督徒，我所要大胆讲的只是这一句话：基督借着我的言语行为，又用神机骑士和上帝之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上帝。因此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一带地方，
我到处传扬关于基督的福音。我一向抱负着在还没有听见基督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。圣经说过，不曾认识他的人要看见，没有听见他的人要领悟。保罗非常清楚表达了自己的使命，就是一个外邦的使徒。因此在言语行为上，上帝给他的特权，是为要透过上帝的灵，使外邦人得以顺服上帝。保罗还表示，他的宣教使命基础将不会建立在别人的福音使命的基础之上。他不但宣告自己是外邦的使徒，他更是要宣告成为一个开拓的使徒。透过他的热忱的信心，传扬了基督复活的福音，特别传给那一些从未接触福音的人们。他同时也领受了建立教会系统、培训教会的人才，使外邦的福音也能够代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使命。保罗说：弟兄姐妹们，我自己确实知道你们满有良善的品德，也具备了丰富的知识，能够彼此劝导。但是在这封信里，对于某些问题，我仍然大胆地提醒你们，我这样直言无讳，是因为上帝给我特权，使我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，在外邦人当中工作。我像祭司一样的宣讲上帝的福音，我要使外邦人成为圣灵所献上的祭物，是上帝所悦纳的。这样，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，我可以因着侍奉上帝而觉光荣。基督徒应当在教会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个职分和服事。基督徒都知道保罗几次的谈到他自己外邦使徒的角色与责任。他不但这样宣告，更是热心积极的传扬福音，生怕自己会错过了任何一次传福音的机会而得罪上帝。现代基督徒呢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够热心吗？还是我们总是不温不凉？对于基督徒的使命始终没有什么兴趣，对于服事没有任何的热忱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写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劝勉中提到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。在教会里，上帝使人各得其所，他所安排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神迹的，再次是有治病能力的，此外还有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管理事务，能够讲灵语的。他们并不是使徒，不都是先知，不都是教师，也不都能行神迹。
不都能治病，不都能讲灵语，不都能解释灵语。可是你们要追求那更重要的恩赐。我现在要指示你们那至善的道路。然后保罗又提到了耶稣基督所给基督徒的使命，最重要的就是爱。我们基督徒应当尽心尽力的去实践，领受主的圣灵所给我们的呼召、使命，并且努力完成我们的责任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，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。你成全了他的心愿，你答应了他的祈求，你赐给他无穷的幸福，把金冠冕加在他头上，他向你求寿，你就赐给他，使他长寿无疆。他因你的帮助得了大荣耀，你赐给他荣光尊严，你给他的鸿福永无穷尽。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。君王信靠上主，因至高者的慈爱，他的王权永固。君王要收捕他一切的仇敌，他要俘虏憎恨他的人。他出现的时候，是像一阵热火烧毁他们。上主要在震怒当中吞灭他们，怒火要烧尽他们。君王要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他要杀戮他们的后裔。他们阴谋危害他，却不能成功。他要拉弓瞄射，使他们掉头逃跑。上主啊，愿你显出你的力量，我们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。感谢上帝透过保罗的呼召，历代圣徒宣教士的呼召，让我们远在台湾的人也能够因为这样子来得到福音的救恩。也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呼召使命，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福音的仆人，并且得到主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